呢對手可以托起成頭家，但係竟然敗俾咗一個飯煲啊！佢俾人稱為係超人媽咪，但醫生咧就話佢係咬骨警特腱鞘炎，個名真係長過佢條命啊！簡單講就係媽咪手啦，手腕嗰條筋因為成日抱住個仔洗衫同埋揸鑊鏟，磨損到好似鞋突突嘅麻繩咁，喺個狹窄嘅隧道入邊摩擦，每喐一下都痛到吱吱聲啊！護腕大到好似個傷兵，但都係治標唔治本。佢一度以為呢個就係做媽咪嘅勳章嚟㗎，直到佢用咗一個好神奇嘅光線照住腫脹嘅手腕，一種舒服嘅深入骨髓嘅溫暖包住咗佢，尖銳嘅刺痛好似俾陽光曬化嘅冰雪，慢慢變為舒服嘅溫熱，嗰陣熱力好似好溫柔咁按摩條發炎咁嘅筋，叫佢唔好喐，放鬆啲。關鍵呢就在於呢個紅光嘅生物效應，佢唔單止係熱咁簡單，仲可以激活細胞嘅活性，促進受損組織自我修復，等條筋有空間可以唞下，減少摩擦同腫脹。幾日之後，呢對手再次穩穩地抱得起個仔，亦都穩穩地拎得起個代表全家人嘅飯煲啊！所以話母愛偉大，但唔需要用痛苦作為代價，聰明保養先至可以湊住個仔行得更遠㗎。